求你火升起，燃烧着生命，在火中炼我成精，塑造我成为利剑般尖锐，就算你要我身处困境，求你火升起，燃烧着生命，放入水中煎熬固定。愿我能为主勇敢拼命，就算死也要跟随到底。亲爱的兄姐，大家平安！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永光教会，一起来朝见神。还有2分钟，我们礼拜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尽量往前坐。交谊厅的姐妹，请里面坐。请大家预备心来敬拜。我们兄姐把手机拿出来，请转成震动或飞行模式或关机，谢谢。亲爱的兄姐平安，礼拜就要开始，请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敬拜赞美，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在感恩节的时刻，我们可以聚在这里，要同声合一的来敬拜他。阿们吗？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今天是感恩节，1年1次的感恩节，是我们基督徒呢特别表达我们对神的尊荣。所以呢，在今天呢，我们呢会有一个感恩奉献的时刻呢，会从座位上，然后呢，走到前面来。那我们在今天的感恩的时刻当中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哥林多后书有提到，他说感谢神，因为他有
是不尽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阿们吗？神对你有没有厚厚的恩待你？阿们。再回想一下，当我们今年从年初到几乎要到年终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里边，神每一天都看顾你，这是确定的。不管你在患难当中，在伤害当中，神依然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充充足足那个满足的感谢，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阿们吗？阿们。牧师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起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预备好了没？好，我们预备好了，来，我们请来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，阿们。你来跟旁边的你跟他说，感谢耶和华为我行了大事。来，我们跟旁边的人说，感谢耶和华为我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以信心喜乐的心来献上为祭，赞美我们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宣告说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。开手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不将云彩当尘埃，也解释过多少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已经得胜了。哈利路亚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命令狂风止息，他波浪就不惊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张开双手，我们就得饱足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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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更深更深的
来继续的赞美他。我们以信心来领取神丰盛的应许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，全都归于你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。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照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神所应许的是从不落空的，并且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明白，我们还愿意顺服听从他的，都可以在他的应许里面得到更丰盛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要进入到12月了，也是一个充满可喜可贺的季节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表达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礼物，主已经给我们了。我得到，你得着了吗？阿门。来唱这首诗歌。绿色树下堆满礼物，彩色卡片围绕火炉，笑容在人们的脸上留住，喜乐从音符画出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再见孩子为宝贵救赎，他必将云揭开了救恩的序幕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
感恩节，紧接着就代降节，让我们用这样的心一起来体会耶稣基督的爱。哈利路亚。绿色树下堆满礼物，彩色卡片围绕火炉，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，喜乐从音符发出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，他的脚渐渐开了救恩的序幕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心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心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上帝已经把最美的礼物耶稣基督给了你我。今天是感恩节，你带什么礼物来回报神的爱呢？好不好？让我们用心来预备。我相信今天的感恩节会成为你更多领受神祝福的机会。阿门。好吧，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更多明白神他爱我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也让我们更经历我们回应他，就可以享受在他的丰盛里面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再来唱叮叮当哦。来跟隔壁看一下叮叮当，这个都会唱的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心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心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把这些诗歌透过我们的声音来表达，也透过我们的心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戴。感谢你过去一年给予我们的祝福跟带领。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来参与感恩节的敬拜。愿你在这其中继续引导我们，叫我们更看见你的荣耀，更看见我们是充满盼望、喜乐、大有能力而且蒙福的孩子。感谢你，这样子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此时，请我们齐声来攻读上帝的话，
记载于诗篇84篇第5节到第7节，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20节。请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，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耶稣近前来，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圣经读到这里，愿上帝的话常存在我们心里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此时，请本堂牧师潘牧师来证道，他的讲题是感恩与倍增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看到弟兄姐妹回到神的教会，一起来敬拜神，这是多么喜乐的事情。特别呢，今天呢，神给我们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日子，就是感恩节。那在这个感恩节呢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见在这一年当中，神如何陪伴我们、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日子里边有神的同在。所以在这个日子当中，你的心里面想到的，你今年你所要感恩的是什么？可以思考一下。再来呢，牧师也要问一下，你觉得在今年里边有哪一些事情，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好，不值得你感恩的，有什么样的事？感恩节呢，很重要的是提醒我们，所以呢，我相信透过神他给我们的能力，每一天都能够感恩，每一天都有感恩的事，阿们吗？你跟旁边的人，你跟他说，我相信你每一天都有感恩的好事。是的，感恩可以带来超自然的倍增。我在今年呢，我到了澳洲，然后呢去探望我的儿子在墨尔本。那他们在一个他们的学校里边有他们的教会 Perinea Circus 的教会。那在这个教会呢，也非常的大，大概有2万多个人的聚会的一个教会。那我们去参加，刚好那一天呢，来了这一位非洲的弟兄，他呢正好他上台做见证。这位弟兄呢，他的太太是Perinea Circus 的教会的音乐牧师。而他呢，在教会负责当音乐牧师呢，唱歌之外呢，负责音乐的事工之外，他还有一项要负责的是，是慈善的募款。所以呢，他要帮助很多的残疾的孩子，或者是家里面有需要的所以呢，他负责这个部分。那这个非洲的弟兄呢，跟他的老婆呢，他们2个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呢，他看到他的老婆呢，在募款上面的确有很大的难处，有时候呢，募不到那么多的款项，所以在资金的那个支出上面、帮助上面就会比较缺乏。而这个弟兄呢，他就有一个想法了，他说，如果我们可以自己有出产，然后自己可以赚钱的话，这样资金可能就比较充足。而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农业的专家，所以他就想到，我既然是农业的专家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可以想一想，我要种什么样的东西，然后自己出产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到说，哎呀，他跑遍了他们的卖场，他们的卖场呢，他们辣椒都是进口来的，不是他们自己种的。所以他就想，那这样我来种辣椒好了，种辣椒，然后生产辣椒，卖辣椒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些资金，让我的太太在慈善的事业上面、慈善的工作上面呢，福音上面可以扩张。
他就真的呢租了地，然后呢就准备种植这个辣椒。当他种植下去之后呢，几个月之后，过了几个季节，该长的该生的辣椒完全不生也不长，所以呢他就很不准。后来呢他就请了当地的农技人士，问他们说，为什么我种的辣椒都长不出来？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的辣椒长出来，可以长得好又生得多？当地的农业专家就跟他说了一件让他非常失望的事情。他说，在我们这里，我们的土质不适合种辣椒，所以我们有好多人已经尝试过了，就是种不出来，长不大，也生不出辣椒。所以呢，你只好放弃这个辣椒梦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请问你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你心里面会如何？瑞伟，那个人就是你，你听到这样子，你辣椒这么想着又种不成，你的心情这时候会怎么样？你会伤心，接下来你会怎么样？你求神祷告，后面的时候会放弃，你信心比较有。那你跟这个非洲的弟兄有很雷同之处。这个非洲的弟兄他本来要放弃，因为投资成本太多了。可是呢，有一天呢，他看到他的老婆竟然在为这一些长不出来的辣椒在那里赞美，在那里赞美，在那里感恩。他看了之后，怎么长不出来辣椒，你还唱得出歌来？所以呢，他看到他太太还是坚持这样赞美感恩神，他心里面就跟神说了：上帝啊，我种这些辣椒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要帮助你耶。但是你没有帮助我，到底你是什么意思嘞？哇，这个先生呢，他在还没有放弃之前，看到他太太这样的举动，他就好啦，就照瑞伟说的祷告吧。他就祷告，当他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听见了神对他说话。神就跟他说：你看看你太太，你看你太太在这个时候仍然在赞美我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你太太呢在教会里边唱了很多歌，有录了那个 CD， 那你现在呢把这个他唱的歌呢，这些的 CD 呢，现在你呢开始放给你的辣椒听，赞美的歌放给辣椒听。这个非洲弟兄一听到神这样跟他说，觉得好愚蠢哦，一点都不好笑。但是既然听到圣灵的声音，他就试试看吧。结果呢，他就在他的辣椒园里边，就装了那个喇叭，然后音响，他就开始播放，每天播放。你知道，他都觉得自己好像疯子一样。但是他每天就真的圣灵就这么跟他说，他就播放那个歌声呢，都是 Brandon Shaker 教会乐团唱的，当然也有他太太的歌声在。就是每天都赞美神，神你是使我丰盛的神，不断的赞美神，不断的赞美神。就这样，一天过去，2天过去，那些辣椒呢，还是仍然在那里。他就继续的靠着信心跟神说：神啊，必然有你要成就的时间。有一天早上，他起来仍然要放诗歌给这些辣椒听的时候，发现绿色的辣椒里面都长满了红色的辣椒出来了，而且长得满满的，长得满满的。他看见神在他的辣椒园上做了超自然的神迹。阿们。所以他的辣椒长出来之后呢，生产旺盛。结果呢，卖场呢，他们就不再进口进来了，就直接买当地他的辣椒。所以呢，他的辣椒呢，就成了很有名，在当地的卖场所出售的辣椒。你知道吗？在当地的新闻也报道说，我们这里终于可以种植辣椒，自己生产辣椒了。我说这个是辣椒也疯狂。听见赞美的声音，他就疯狂起来。我们可不可以为耶稣而癫狂？
阿门。我们为耶稣而癫狂，你不为耶稣而癫狂，我觉得你会很难活下去。因为为耶稣而癫狂，那是很自然的事。在圣经里边说，连石头，所有的大自然都要为耶和华而歌唱。非常的感谢主，我那一次去到那里，可以听到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而这个弟兄呢，他说他后面还有很多超自然的神迹，没有机会讲。但是呢，他从那一次之后，他越感恩，他领受到越多倍增的神迹就在他的身上不断的发生。所以他太太的慈善的服事工作也做得非常的顺利。所以呢，他们特别到了这个 Planet Shakers 教会呢去做见证。所以他鼓励大家都要听他们的音乐专辑。你家长不出来的果树一定长出来，生不出来的猪羊一定生得出来。感谢主，你相不相信？我相信，因为神要成就的事情，在神无所不能，不是吗？那一天，同时听到他见证完，又发生了一个好笑的事情。在我座位的前面，我们都要透过翻译，他们是英文的，所以坐在我的前面，我跟周牧师还有亚伦雅，然后我们4个坐着礼拜。然后我们前排呢有一对夫妻是澳洲人，那他们呢很和善的跟我们握手，然后知道我们从国外来的这样。那他们大概也跟亚伦聊了一下，知道亚伦他们可以用英文跟他们沟通，所以呢我们就在敬拜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出来做见证。然后你知道他做见证完的时候呢，他就呼召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听完了我的见证，你愿意来信这一位全能的主耶稣的，请你站起来，然后走到前面来，我一定要为你祝福，因为神给我的祝福也必定加到你的身上。他就呼召，大家就站起来呼召。哇，看看谁走到前面去。站在我们前面的这一对夫妇就转过头来看了我们一下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看我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跟亚伦就用英文跟他说了，他跟亚伦说了英文。然后呢，后来亚伦就跟我们说，妈妈，他们叫你决志到前面去信耶稣。哇，后来亚伦就跟他说，我爸爸妈妈是牧师。哇，他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就这样的有一个小小的时间的一个接触，到整个礼拜结束，你知道吗？发生了一个美好的事情。他们2个就说，今天晚餐我们可以有这个福气，可以邀请牧师跟2个孩子一起吃饭吗？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吃饭。而这个人呢，哇，来历还真不简单。原来这个人呢，他是当地他们那个总统的政党的顾问，所以呢，他就在那里聊了一下，然后聊了我们在整个台湾，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整个福音的状况、信仰的状况，包括政治的状况是如何。而他的儿子呢，是当地很有名的那个 water 的水的那个总裁，出产的总裁。那他的媳妇、他的太太都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到非洲去，然后到斐济去，甚至也有到中国去传福音。原来这个家庭他们都是传福音的家庭，所以他们一听到我们是牧师，就说要请我们吃饭。所以在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心里面的那种的感恩是，神好像让我们这一趟呢去到墨尔本呢，有遇到很多很奇妙的事，也觉得神好像常常在跟我们开玩笑，那让我们有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。所以在每一年的当中，在每一个日子，你相信吗？神都与你同在。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这一次去澳洲，你要让我遇见什么事？我跟神说，你要让我遇见什么事？
果真，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然后呢，在那里听到这么美的见证，所以他说，感恩可以带来倍增，阿们。越感恩，福气越倍增。所以呢，所有我们生命的好事呢，都是从赞美跟感恩来的。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、悲伤的事情、困苦的事情，当你在那里抱怨的时候，只会把你的困境的洞加大，没有办法填满它。唯有你不断的向神感恩，在困难的时候仍然感恩的时刻，神就有能力，因为你已经把主权交给神，神就要来填补你的困境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信仰所得着的力量。所以我们顺境逆境都要感恩，阿们吗？跟旁边人提醒一下，你跟他说，顺境逆境都要感恩呀。也许让你想到啊，我今年的逆境，可能你已经在你的逆境当中不晓得骂了上帝多少次了。不过现在可以有一个悔改认罪的时间。有时候可能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，我不要跟着那个人再讲话了，哎呀，我不要再去小组了，我不要再怎么样，我不要再怎么样了。哎，不是你们会这样子而已，有时候连牧师也会，因为我们都是有情绪的人，因此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讲消极的话，我们不会在当下赞美神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今年，在我们的弟兄在我们的同工当中遇到很困难的事情，真的那个困难呢，几乎是让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。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，主就跟我说，就赞美吧。赞美不出来耶。结果当神他说赞美的时候，我的祷告我说，主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遇到这个困难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因为这个困难很快就要离开，并且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，我们越显得刚强。果真那件事情，大概隔了1个礼拜，那个阴霾就过去了，神就注入了丰盛通畅在那个当中。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所以你要常常去经历它。在这个经文里边，他说我们要常常怎么样？不住的。白色的我都看不到耶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。谢恩，谢恩有在吗？谢恩在吗？谢恩，好，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叫谢恩。好，谢恩来，我们看一下来。谢恩 ，Candy 抱的这个小孩，他的本名就叫做谢恩。谢恩 ，Hello。所以呢，他是感恩节的宝宝。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时候出生，但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谢恩哈。感谢主啊，上帝就让这个孩子充满了谢恩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凡事谢恩，凡事是什么？好事谢恩，坏事也要谢恩。为什么神他要让我们连坏事都可以谢恩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哪有那个不好的事在谢恩的？没有。但是我们的神，因为他赐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跟权柄，所以他跟你说，你凡事谢恩，并不是神开空头支票，乃是神他已经造就了你有能力去让那些不好的事情成为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神在耶稣里所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心意。所以那个心意会不会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？会。所以你来看旁边的人，你看看他有没有喜乐的笑容？有没有不住的祷告？不住的祷告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，凡事都祷告。好了，刚刚呢，我开始的时候有问说啊，那你感恩的事是什么呢？呀，你感恩的事是什么？今年你想要感恩的事，有没有哪一个人他想要来分享一下？很简单，就1分钟就好了。感恩的事。
哦，来，明皇长老，来，明皇长老，哇，麦克风给他预备一下，好，在周牧师这里。好，明皇长老他要分享他感恩的事，来，明皇长老，请站这里，谢谢。这个月初，立位诗班献诗的时候，立位诗班在那个第2堂礼拜啊，因为有事就是到外面去，然后那个诗歌很放那边，然后在第2场礼拜的时候，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那个歌谱还放在外面，那时候就是那个周报掉下去，没有注意，然后后来又掉了一次。上帝在提醒我说，我的那个诗歌本呢？他就赶快冲出去拿，我就很感谢神，因为他让东西连续掉了2次，一直提醒我说我的歌本还在外面。我感谢上帝，感谢主，哇，来，等一下，哦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好，这个叮叮当呢，可不是随便当的哦。这个是牧师呢去土耳其在老底嘉教会所买的铃铛，而这个铃铛上面呢就有老底嘉教会。为什么会是叮叮当呢？周牧师解释说，因为要唤醒我们，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呀。所以我把这个叮叮当呢，在这个感恩节呢，送给我们今天来分享他有勇气分享他见证的明皇长老。哇，叮叮当，你可以沿路叮叮当回家。感谢主哈！哇，你看，所以神是很奇妙的，他透过我们不经意的事情，然后来提醒我们正要完成的事。所以呢，神呢在各样的时间里边，他都可以与你同工。所以明皇长老，你有没有觉得神与你同工？他知道那时候你的缺乏，如果没有谱的时候站上台看怎么办？所以神就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会经历到这样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常常与他的儿女同在，借着各样的事情来为你效力。阿们吗？感谢主。所以感恩节呢，不是只有感恩节才奉献，而是在感恩节的这个日子呢，是在提醒我们常常忘记的恩典。还记得你的妈妈、你的爸爸怎么样供应你学费？怎么样告诉你、提醒你，在你的工作上你要小心，你要注意哪些？你的工作态度要怎么样，才能够让你的上司欣赏你？你的品格要怎么样，才能够成为一个最美的见证？你要如何在困难当中依靠神、祷告神？你的神会成为你最大的能力。记得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教导你吗？还记得你怎么样呛你爸爸妈妈？你管太多了，好啰嗦，这么唠叨，有没有？我们也常常这样。弟兄姐妹，神他要时常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成为父母的儿女，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在任何的情况当中，都要先思想神要给我们说什么样的话，做什么样的事，我们才说才做。所以在感恩节里边，我们要常常记取神如何透过我们朋友、透过教会、透过我们的小组长、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、透过家人，来为你成就一些美好的事，有些是提醒的事。这个是我在土耳其去到那里，牧师要来见证一下，我这一次去土耳其其实的本来应该是去不成的。那我跟神祷告，因为我很喜欢去，所以在今年2月的时候，中会一发布说有这个土耳其要去启示录的教会然后要去参观，我很想去。那时候我跟周牧师说，我们10月我们来报这个好不好？周牧师没有给我回应。第2次我再问周牧师，周牧师也不理我。然后第3次我就跟他说我要去。那他呢
也没有很肯定的说好。在这个过程里边呢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跟神说：主啊，我知道我要去土耳其，可能要花个10-20万吧，如果我们2个人去。那我今年呢，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亚伦亚拿花掉我太多钱了，而且现在又跟我说暑假要去那个国外宣教，还要再花一笔钱，这样算一算，我土耳其没得去了。我就跟神说：主，如果你帮我预备亚伦的那个暑假宣教的钱，那我一定报名。不多久呢，就有一个姐妹，别的教会的姐妹，因为我在外面演讲，别的教会的姐妹呢就告诉我说，她要为我们的孩子呢奉献10万块。后来我回到家里面，我就跟周牧师讲这个事情，我说今天呢哪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说要为我们奉献10万块，为亚伦亚拿他们的宣教，他们读书奉献10万块。你知道吗？牧师那个时候就，我正好缺10万块，我就跟他说：“那去土耳其了。”因为我跟神说，如果他预备，我们就得去土耳其。他只好哑口无言说：“就照这么办。”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报名了。好了，那报名到了10月呢，要出国总是要带盘缠嘛。哇，我们2个就在讨论那要带多少钱。他就说1万块。我说1万块可能应该够吧，这样。后来想一想，1比5，他们是5，我们是5，他们是1啊，5里拉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不然这样我们预备3万块台币好了，换3万块台币，然后去那边作为我们的花费这样。好啦，那3万块怎么办呢？3万块，好，我就跟神说：主，我需要3万块出国，这3万块，神，请你帮我预备。那时候是10月初了，我说神啊，你可以帮我预备。我祷告，结果呢，隔了几天之后，接到一通电话了，又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一通电话呢，也是别的教会的弟兄，他就约我们说牧师，我想要约一个时间，然后跟周牧师还有跟你，然后我们想要聊一下这样。后来他真的就来了。那他来了呢，坐下来不到5分钟，然后呢也没聊什么，就只有跟我们说：你们要出国去土耳其，对不对？我说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：哇，上帝祝福你们，就交给了我一个信封袋。然后呢，交给我之后呢，他就走了。我以为那个信封袋里面是他有什么样的文件嘛？他走了之后，我一打开，是钱呢。然后呢，算一算，不多也不少，正好3万块。哇！所以这一趟土耳其之旅是这样子出发的。感谢主，这是不是神的预备？神的预备。而这些人他们怎么会知道？我也不晓得，圣灵告诉他们的吧。但是我的祷告，圣灵听见了，而且我很肯定，神真的是在我最需要的时间，对的时间，然后差他们来服侍我们。我就感受到，成为神的仆人，真的，圣经里边就比喻我们成为神的仆人，就像是天国所差派的大使一样。美国的大使如果派到台湾，他领的薪资是美国的，还是以台湾算的？算法是以美国的算，还是台湾的？从美国派来的大使，他领的是美金呀，所以他享受的是美国那边的礼遇。如果呢，美国的大使呢，他的大使在我们台湾呢遇到任何的困难，美国会不会派人来保护他？会。所以呢，美国的大使在台湾呢，因为他有美国的身份，所以呢，他一定是享受到美国最高等级的礼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成为神的仆人，服侍神的，我们被称为天国的大使。请问，我们如果是以天国的大使身份在地上，那么我们所享受的礼遇是从哪里来的？天国。
我慢慢领受到，原来这句话是真的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使者，而你所领受的礼遇就是天国的待遇。感谢主，这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。我到了土耳其呢，在这个地方让我有很大的一个留念，也就是这个是在拔摩岛上。拔摩岛上，使徒约翰呢，他呢写了启示录。那他写了启示录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他要领受这个启示，如果没有很安静的地方，我们弟兄姐妹上过培育课程之后，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透过祷告，然后领受到异象。请问领受异象要不要很安静的地方？要，而且完完全全的是投靠在神的里边，浸泡在神的里边。所以我们说那个叫做 soaking。而这个约翰呢，当时呢，他在小亚细亚，他那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被追杀的，因为呢，当时的罗马皇帝呢，都是在追杀那些信耶稣基督的，而他是使徒，就形同是牧师一样，他在传福音。所以当时的罗马皇帝呢，就把这一些的使徒们，把他们抓起来，然后呢杀。结果呢，这个使徒约翰呢，本来要把他杀掉，用什么方法要杀掉他呢？用油锅，想要把他放进去油锅，让他直接在油锅的油里边呢被烫死。他要用这种方式来烧死、烫死这个约翰。但是那一天，突然间天下了大雨。你们知道，如果那个天下了大雨，那个油锅的油被溅出来之后，人被喷到那个油会怎么样？会受伤。所以当时呢，要烧这个约翰的那一些的卫兵啊，因为下雨，那个雨水一打下来，那个油锅的油呢喷出来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跑掉了。结果呢，约翰就这样子活了下来。他活了下来，那个皇帝呢不甘心，就把他流放到拔摩岛去了。所以约翰才来到这个拔摩岛。拔摩岛是无人岛啊，他在那里，因为皇帝说好啊，你去看还可以向谁传福音，因为都没有人，就岛上，然后就把他放逐，流放到那里，没有人可以传福音，而且要让他在那里孤独而死，自然而死，自己一个人。结果这个约翰呢，就躲在这个洞里边。所以呢，他在这个洞里边呢，就是我跟这个尼古拉后面的那个洞，那个就是石头岩洞、石头洞。现在呢，它已经成为一个观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进去看是不能照相的。那约翰呢，就躲在那个里边，在那里，因为没有人，因为很孤单，所以呢，他能做的事情就是跟耶稣有很亲密的与圣灵的交通。也因为这样子，他领受到了从天而来启示录的意象。而启示录的意象，你知道影响我们世代的人多大？因为那是一个圣经的类似是一个完结篇。如果圣经没有这个完结篇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世界的，没有新天新地的未来。所以上帝使用约翰，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原来他是被置于死地，但是神却用这样的方法，让他因着有安静的时刻、孤独的时刻，只有圣灵是他的朋友，所以在那里才可以清清楚楚的领受到启示录的意象。所以呢，就把启示录写下来。他停留在这边大概1年多，1年多之后，那个皇帝害他的皇帝死了，换了另外一个皇帝比较友善，就把他再带回来。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回到以弗所，然后在那里继续传福音，然后在那里死掉。所以这个是约翰的墓，周牧，这不是周牧师的墓哈，这是约翰的墓，上面有写使徒约翰哈，所以这是他的墓。我们在那里领受到这些，我们觉得圣经里边的知识完全的都活出一个真实来。所以导游在介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都很感动，因为呢，约翰呢，
到最后也是殉道而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整个历史上面，神不断的借着各样的事情，就是要把福音传开。这是好的事情而感恩。我说我们也要为逆境而感恩。在最近我们知道周牧师的妈妈莫苏玛她离开世上。莫苏玛她是一个很爱神，她从过去呢，她气喘病，然后气喘病的时候，她那时候还没有信主。后来呢，她气喘病花了很多钱，结果呢，她就钱都花光了。后来她因为认识了耶稣，请耶稣医治她，她的气喘病就这样好了。所以呢，她就信了耶稣，而且笃信。所以她每一天一定读圣经，每一天一定祷告。你知道吗？她读圣经，大概在20年前，我嫁给周牧师的时候，20多年前我嫁进来的时候，知道我的婆婆每一天都读圣经，她不识字啊，她不识字，中文字她不识字，她只会写她的名字李花，还写的歪歌起错。但是她怎么样读圣经？她都是读罗马拼音的白话字，就是英文注音的，读出来是直接从英文字翻译为台语，够厉害吧？罗马字台语的罗马拼音，每天读。你知道他读过了好几本的圣经。20年前我问他，我说妈妈，你这样读圣经，你圣经这样读几遍？他那时候跟我说，整本圣经读完40遍。哇，40遍，他每一天都读，连生病都读。而且他每一天读都是念出来的，台语就念出来，念出来，念出来，每一天都念出来。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别人都不能吵他。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早上、晚上，然后呢，他一天要读几篇，一定读完。所以他1年大概可以读好几遍了，这样越读越熟，越读越熟。再来，他每一天早餐6点，中午12点，下午6点，一定是他跪在床上祷告的时间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每一天，他祷告的时间大概都半个钟头，他都跪下来，然后跪在床上祷告，他都跪着，非常非常的敬畏神。他连生病、感冒，他绝对不吃药，他吃什么？他喝白开水，喝白开水，然后呢，就喂那个白开水，他喝下去，他就祷告。主耶稣，你圣化这个水，让这个水具有医治的疗效。他就喝那个水，他大概喝了3次，躺在床上休息一下，喝了3次，他的感冒完全好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的他的儿女们都说，要去看医生，去看医生，他就是不看。好了，即便去看了医生回来，药给你摆在那边，他也不吃药，他还是喝白开水。过去我们觉得婆婆好愚蠢，有那么科技的药让你能够赶快好起来，为什么她不吃？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，那是信心带出来的医治，并且是真实的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在上个礼拜，她在医院里边，我跟周牧师就赶回去高雄探望她。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了。晚上12点，那一天是礼拜3，刚好有我们的领袖班。我们本来打算在领袖班上完，隔天礼拜4再赶回去。但是那一天下午，我们2个心里面一直觉得很不安，要赶快赶回去。可是又有晚上的领袖班。后来我们祷告了之后，决定要把晚上的领袖班暂停，赶快赶回去高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赶回去高雄。到了高雄12点多，我的妈妈她才住院2天而已。到了礼拜3，她那一天，我的大嫂照顾她说，她已经没有醒过来，已经没有醒过来。那我们过去的时候，牧师哭着一直叫妈妈，一直叫妈妈。后来我的婆婆竟然就睁开眼睛了，睁开眼睛了，然后呢，睁开很久，然后好像在跟我们说再见。我们非常的不舍，因为先前都还很好。那在隔天礼拜4、礼拜5，我们就在那里陪伴他。礼拜5呢，我们就回来，因为礼拜6要服侍。礼拜6有门徒班的结业。礼拜6门徒班结业，我上课上到才刚开始15分钟，
我就接到子玲给我一个纸条说，婆婆现在病危，然后哇，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而且门徒班又才刚开始。后来我就等待了一下，那周牧师的那一天刚好去淡水呢打球。那去淡水打球，我就觉得很妙，为什么那一天会叫国宾长老开车载他去？因为牧师呢，他总是都是喜欢自己开车的，而那一天他就跟国宾长老说：“国宾长老，你载我去好了。”这样，结果他就这样被载到淡水去打球比赛。后来他接到之后，然后呢，他就赶回去，球没打就赶回去高雄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那时候我就跟同学说：“你们下课一下，我进去祷告。”我进去祷告，我问圣灵，我说：“这个时候我该回去，是不是该把门徒班放下，我回去，还是我要继续上完课再离开？”圣灵就给我一句话：“以父的事为念。”以父的事为念，这句话是我婆婆常常在告诉我们的。即便我生病，我怎么样？如果你在服事当中，都要把你的服事做完，以父的事为念，以神的家为念，那才是第一重要的。你们把我交给神来照顾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心里面就继续把课程上完。我们的学员还说：“牧师，你赶快回去，我们自己分享就好了，体贴牧师。”但是我们还是把课程上完了。结果再回来上课，隔了半个钟头，就接到电话说婆婆蒙主恩召。我的心里面不舍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婆婆，她是一个在神里面蒙恩，而且是有得极大恩宠的女儿。因为她在世上，她的行为品格各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成为别人的模范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婆婆很妙的。我嫁给周牧师不久，大概半年多吧。我这个婆婆竟然跟我说了一句很惊人的话。她就跟我说，她说：“你成为我们周家的媳妇，那我们也会好好的爱你。那我也把圣经的教导交给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也会好好的爱你。你们夫妻要一生一世都不改变。”然后我的婆婆就说：“倘若我自己的儿子有出了差错，我认你这个媳妇，我不认我的儿子。”我的婆婆这样对我说这么忠贞一个信仰的话语，这个对我影响非常的大。后来我就跟我婆婆有一次的机会，她在缝衣服，在床上，我就跟她在那边聊天。我看到这么温暖的婆婆，我就鼓起勇气跟婆婆说：“妈妈，我虽然是你的媳妇，但是我愿意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妈妈来孝顺你，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女儿来看待我。我要这样子来做，我要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妈妈。因为别人都说媳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愿意把你当成我自己的母亲，因为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。”我的婆婆呢，也给我回了一句很惊人的话。她跟我说：“媳妇永远都是媳妇，媳妇永远都是媳妇，不可能成为女儿。”哇，这句话，然后我就跑去跟周牧师哭了。周牧师他跟我抱一抱，他说：“你做得很棒，你做得很棒。” OK， 就这样，经过了20几年的时间，我跟我婆婆，特别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我婆婆呢，我是第3个最小的媳妇，所以我婆婆呢，大家都说我长得跟她很像，我是她女儿。她说媳妇永远都是媳妇，结果呢，路上的人都说：“哎，是你找我干是不？”我想她心里面开始神在提醒她。在我们要去土耳其之前，我们就想说土耳其有10几天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去看一看她，所以我们就回去看一看她。然后我回去看她的时候，她都很好。你知道吗？她嘴巴呢，口里面又出了一个惊人的话，对我说：“我会给你回息嘞，回息嘞，你知道不？
我要跟你对不起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我的婆婆突然间要跟我对不起？我就跟婆婆问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回息嘞？”伊讲：“就迄个代志啊。”我想我是什么代志嘞？迄个，你讲你要做我查某囝的代志。20几年前的事，到现在他95岁，竟然在9月中我回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道歉。后来我们回到台北，在路上我就跟周牧师我说：“奇怪，妈妈今天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呢？”我心里面就觉得，什么的时间到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每一次我们回去，婆婆都说她想要回天家了，然后呢，她预备好了。没想到这一次我们土耳其回来，然后刚好是土耳其回来了。如果在土耳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土耳其回来，然后婆婆她真的是等我们，所以呢回来才发生这样。所以她住院短短的1个礼拜，也没什么样的痛苦，就这样离开。这是她所祷告的。所以这个婆婆她的生命是这样的。当她离开的时候，我很难过，周牧师更难过。所以我今天才站在这里替周牧师讲道，因为他真的没有心情，他一直都在思念他的母亲。我的婆婆，我在祷告当中，我就跟神说：“主啊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带给我们安慰？”婆婆是礼拜6过世，我礼拜5，我为这个事情，我询问圣灵到底时间是怎么样。圣灵让我看到一个异象，我看到天堂，然后呢，我看到天使呢正在预备他的房间，在整理预备他的房间，而我的公公呢就在房间的门口看着天使在预备房间。我的公公充满了笑容，而且我公公呢看啊看，他还说：“哦，我老婆的房间比我还漂亮。”然后我的公公的脸就充满了笑容，因为要迎接他的老婆回天家。我就把这件事情跟牧师分享。借着这样子，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得着安慰。在2天前，我在祷告里边，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画面，非常的棒。我看到好多在天上的灵魂，他们都穿着白衣服，正在敬拜赞美，准备要敬拜赞美神。天上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敬拜赞美神，天上不用做其他的事情，都是只有在敬拜赞美神。而在那个时刻，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准备要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我的婆婆她排在队伍的最后面，大家讲台在那边，有一个宝座在前面，然后我的婆婆她是在最后面，因为她是天堂的新生儿，所以她排在最后面。后来我看到我婆婆呢，就穿过人群，跑到前面去了。我往前面一看，看到耶稣的手正招呼着我的妈妈，向她招手，让她从后面跑到前面来。结果呢，我的婆婆呢就跑到前面去，然后耶稣呢就欢迎她，在她的旁边，跟她一起向着宝座敬拜神。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就问圣灵，圣灵就跟我说：“你回想，你的婆婆她在地上是怎么样敬拜我的？”哇！我一想，我的婆婆从我认识她，她每一个礼拜天礼拜的时候，她坐的位置总是第1排的第1个位置。没有坐过第2排，除非有特别的日子，有特别的安排。如果是正常来讲，他一定是坐第1排的第1个位置。因为牧师呢都是坐在台上，所以呢，他们第1排的第1个位置都是他坐。后来我公公都跟他一起坐。到哪里，如果他可以坐第1排第1个位置，都是这样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问过我婆婆，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坐在前面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吗？牧师的口水会喷到你。”我妈妈她就说：“每当我被恭维，她就说那都是圣洁的。”然后她说：“我坐在前面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人，我敬畏神。如果我今天不相信神在这里，那她就坐后面，因为我相信神就在这里，就在讲台上面，
就在圣殿的宝座上，所以他一定要最靠近神。他能够最靠近神，是他最大的福分。所以他说他坐第一排，因为他相信神就在这里，所以他一定坐第一排。自始而终都是这样。圣灵就说：“你知道，我告诉你一个奥秘，你在地上怎么样敬拜神，在天上也是如此。你在地上，你在永光教会坐在哪一个位置敬拜神，将来在天上你也坐在那一个位置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往前坐？啊，这倒提醒了我，地上的原则就是天上的原则。往前坐，以后牧师不会再叫我们往前坐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感谢主。所以这就是我婆婆带下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信仰的品格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。刚刚在圣经里边呢，有读到流泪谷。经过了流泪谷，人都会有一些困境，考试考不好，没考上好的学校，有时候被老师霸凌，有时候被同事给你脸色看，有很多时候你是受伤害的，甚至是被爸爸妈妈伤害。生命里边不全然都是顺境，即便你信了耶稣，也不都是顺境。然而神他却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，即便我们走过流泪谷，因着神，他却要让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。你流泪伤心的事情，是不是经过耶稣他的爱进来之后，已经转变成你已经被提升了，你属灵的生命被提升，你知道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件事情。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一年有发生了，很多人有发生了不同的事情，但是牧师很感动的是，即便老公现在癌症末期，但是他仍然感谢神，在眼泪当中，他感谢主，让他能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、同工长职、牧者不断的鼓励他，小组长鼓励他，让他一天一天这样子经过。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平安的，他没有什么样的抱怨，甚至他会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觉得我为我老公做的还不够。”心里面总是会觉得想要再为老公做更多，做更多。我们也有弟兄姐妹遇到官司，而那个官司呢，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头痛，但是神却在他的手中，他看顾他的儿女们，让这个官司呢一步一步一步能够顺利过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跟牧师说，要跟我们的部长信志长老说？因为在这里有祷告的团队，祷告的团队可以转化我们所有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。阿们吗？圣经里边讲到流泪谷的意思，就是说那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山谷呢，里面好像有一种类似荆棘，又像是一种杉树的那种感觉，它会流出那种滴出一种的汁液出来，很像人的泪水，所以叫做流泪谷。而神他说，经过这流泪谷，然而因着我的福，你必要得着，重新得着泉源之地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。我要请问一下，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，你觉得最值得感恩、最伟大的事情是哪一件？啊？耶稣为我们死而怎么样？复活。耶稣如果死了没有复活呢？啊，没有什么好感恩的了。还好他复活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，是在耶稣他的复活当中。我在土耳其呢看到这两个奇景，这两个奇景呢，在周牧师的这张相片上面呢，这是一个圣索菲亚的大教堂，非常的有名，它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之一哦哈。然后呢，这个教堂名既然是教堂，里面竟然还挂着一个很大圆圈的那个是什么？你们看到没？清真寺他们伊斯兰教的精神标志就挂在那里面。如果我们把那一个有看到吗？那一个来挂在这边，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很怪，对不对？很不搭，对不对？然而这个教堂
因着这一些的信徒们开始腐败，然后呢，后来呢就慢慢的被征服，后来这边也成为清真寺，他们在这里占据了。但是土耳其的政府呢，他觉得这个教堂呢，原来那个天主教的教堂的感觉应该把它保留下来，所以它成为博物馆在那里。那你看教会，然后又有清真寺的图像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又放了佛祖，哇，真的会让我们觉得那个光景是让我们很难受的，因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形态。好，然后再看到旁边这个是我们10几天来的导游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导游，但是呢，他是当地人，他也是伊斯兰教，所有呢土耳其的人呢，99.9%都是伊斯兰教徒，因为这是他们的规定。那他呢也是，所以呢，他为了要当导游，而且都是要介绍这一些的圣经地理的遗址，所以呢，他必须要去读圣经学院，认识圣经。所以呢，伊斯兰教徒的导游拿着圣经新约圣经，在跟观光客讲解神耶稣基督的神迹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很好玩？好奇妙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在这里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心里面都觉得很不平衡，为什么教会呢会被清真寺给取代了？不应该才对啊！教会应该要很蓬勃兴旺才对啊！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状况？后来我在那里，很多人提出疑问，结果呢，我也跟神祷告，神就给我这一句经文，我得到了解答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以赛亚书2章2到3节，请来，在末后的日子。好，后面这一句是什么？世上的万民都要潮涌而至，到那里敬拜。土耳其这启示录的教会，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到那里敬拜，都到那里去听那里的故事。好，我们再下来，预备来，多国的民要前来说，来吧。初代的教会在我们公元初的时候，而这是以赛亚所写的。距公元初大概前700年，以赛亚他把这句话写出来了。他已经预言将来在神的山，在这些的古迹上面，我们看似古迹，但却有很多人因着古迹，所以去那里听见了福音。所有多国的民要前来，如今是不是就是这个现象？多国的民，各国的民都跑到土耳其，或者是跑到以色列，去耶路撒冷去参观，去看那一些圣经所留下的地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说就是去参观而已嘛，有什么？但是就是因为观光，让耶稣基督，让神的话语成就了，所以万国的民蜂拥而至，来到土耳其，来到耶路撒冷。我把土耳其的机场给拍摄下来，因为从今年4月开始，土耳其的机场成为世界最大机场。为什么？土耳其他们成为世界机场，是因为他们那里的圣地的那一些的古迹，吸引了非常多的国民来到这里来观光，所以呢，他们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机场。从今年4月开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历史不断的在告诉我们，神他借着各样的事情，透过万有都在为神效力。而主耶稣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谁做我的门徒？万国。为什么不要？他没有指台湾而已，他说万国，包括每一个国家都在这里边，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怎么样呢？
好，我们看到权柄门徒施洗这一句话，正是神所赐给我们天上跟地下产业道路。意思是什么？如果这个宇宙天上地上看得见看不见的权柄能力都是属于耶稣的，那你说他的耶稣，他的能力有没有大过一国的君王？有。所以你看，他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，并且我们透过他的权柄，我们可以有能力使万国的人都做他的学生，并且为他们施洗。在这一句话里边，牧师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比喻，就是如果我们在整个这栋大楼里边，然后这栋大楼呢，这个大楼登记名下是在周牧师，因为他是所有权人这一栋大楼。然后呢，他可以分给他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分给他的儿子，谁是他的儿子？他就可以分给他们。他可不可以分给不属于他的儿子的？他有权利哦，因为权柄是他的，所以他要给谁就给谁。然而，如果周牧师今天要把这个房子的登记给佑生，好了，那佑生你在吗？佑生在这里。请问佑生，牧师他说要把一间房子给你，你要不要？还笑，要不要？好，对不对？那嘴巴讲讲就好，还是你会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们过户一下，要不要过户？要过户，那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你看，权柄在于耶稣，耶稣他要给谁就给谁，所以我们带着神的权柄，你就不用害怕，免拍谁，然后好好的领受这个权柄。叫万国的人成为神的门徒，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。然后呢，要给他施洗，因为施洗才有名分，施洗才有身份，再当贵后啦。那无吼，拢是白讲的。所以施洗的重要性就在这里，你要成为他真正的儿女，你才能够承受天上的产业。阿们吗？所以透过这个经文呢，神叫我们感恩。并且呢，我们要教导这些新的门徒遵守。新的门徒是指谁？也就是还不太认识神的福音，好比我们的贝斯特，我们新的朋友来到永光教会，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不太认识圣经的，但是透过我们的培育课程来教导、陪伴他们认识神，并且让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爱跟他们同在，直到时代的末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权柄，就是人类历史当中最值得感恩的事。在你的生命里边，从这个时刻开始，你要为什么而感恩？我们不再为好事而感恩而已，我们也为逆境来感恩，因为我们所领受到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所以我们到土耳其，神透过各样的方式，有他自己的导航系统，然后呢，把万民的人呢都导到土耳其或者是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领受耶和华的道、耶和华的训诫。我们看见，原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是如此带有大能，并且亲自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只是在传福音做服事而已，我们乃是在传福音当中，在领受耶稣基督的权柄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，因为越传福音，我们越力上加力，越荣上加荣。我们自己的生命再加上神的生命荣耀进来，我们就变得丰盛有余。所以感恩带来倍增的果效，必随着我们一起来念来。感恩带来倍增的果效，必随着我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样一个感恩的信息不断的传述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在你的儿女当中，就像我的婆婆这样。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健康、一个信仰的道路上面。牧师也祝福，也相信我们永光教会凡在这里敬拜、在这里服侍神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的家庭也要承受这健康信仰恩典倍增的一个家庭。阿们吗？阿们。
所以我们不断的传输，让我们的儿女都来承接，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充满了喜乐。我们看到这前面很漂亮的花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有香蕉，哎，这可以吃的了哈。好，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分赃。这个是我们的豆豆老师、豆豆执事哈，他所插的花，你看他每一年都不一样。这一次的奉献的那个是蜂巢哈，蜂巢，所以这里面充满了丰富。你看这些的果实是不是神给我们的？神如果没有透过下雨好的土质，我们就没有好的香蕉，没有这个火龙果，还有那个南瓜可以吃。所以我们看到植物就想到我们要感恩我们的神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呢，在唱诗歌当中呢，我们呢会献上感恩，而这个感恩呢，我们要把我们今年你特别有一个极大的礼物要送给神的，你呢把你的礼物放在这个袋子里边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来到前方，然后呢，把你奉献的，你出于你心甘乐意的向神感恩，谢谢今年所给我的一切，带满了感恩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投在这个地方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来唱这一首诗歌，我们要来预备。好，等一下再奉献诗班。好，我们先唱诗歌。如果你有小猪的，铺满，等一下也顺便运上来。用宣告来唱出那丰盛的应许，就属于你的，带着信心，哈利路亚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我们请你来唱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无止息，看见美好的宇宙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投注我相信，你的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，你旨意高过我的，看见美好的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现在是一个感恩节奉献的时刻，我们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中间往前来，带着你感恩之祭、你的礼物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奉献给主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给耳目的已经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请耳目的先进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
给我们的产业，他们也是属于神的。神必带领他们的生命走在丰盛当中。主，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我们举手起来唱来。我等候主，我相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存着感恩的心走到你的面前来。我们相信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，因为我们不只奉献这些金钱，更重要的，我们是把全人献给你，来回应你的爱、你的救赎以及你的祝福。感谢你，因为你深爱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多亲近你。每当我们更亲近你一步的时候，你用你的笑脸看着我们，你悦纳我们，你也大大的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更经历到主你是何等的喜悦，我们亲近你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把我们对你的爱的回应全然的表达出来。愿你祝福我们所有的所献上的一切，也悦纳我们成为你忠实、你所喜悦的儿女。谢谢你，也把教会交你手中，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永光教会，继续要走在你所应许的道上，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教会，让我们看见人归向你，灵魂得救那种喜乐，从天到地合而为一。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将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事工分享。好，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在我们教会这一周的事工。上个礼拜的健康讲座我不在，但是呢，听到了好多的消息，说非常的精彩，所以有好多人参加。我看全场哇，真的是充满了精神哈。所以呢，永光教会弟兄姐妹的骨头都要越来越好。好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哈，也非常谢谢赵明长老、赵明小组的组员，我们的罗医师哈，罗医师。所以呢，你们如果来永光呢礼拜呢，也有一个好处，遇到罗医师呢有问题呢，就可以请教他一下。好呀，感谢主哈啦，上帝也祝福我们罗医师呢，在医院呢在那里呢，给他更多的智慧，有很多的病患都从他那里呢得着极大的帮助哈，谢谢，感谢主。好，接下来，这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第几周啦？第8周。哇，我上个礼拜去看了一些小组，哇，好多的 best 进来。如果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开幸福小组好麻烦了，牧师为什么要开呢？不要开好了。我们如果没有开幸福小组，这些人就没有进来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听见了神的声音，我们就照着做。我们带着权柄，就能够使万国万民做神的门徒。阿们吗？然后接下来施洗的事情，神就会在他们身上成就。在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没有施洗的，牧师这个时候要奉主的名说，你一定会施洗，而且很快的要施洗，因为这属天的福分是地上买不到的。为什么你不要呢？而且神他说，女儿，我的儿子，我要把这属天的福分要登记在你的名下，你赶快去动作吧。这就是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，阿们吗？如果还没有受洗的，要赶快来报名。我们12月第1个礼拜有受洗的机会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我们刚刚有线上感恩哈接着呢，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教会呢会送明年的年月历。我们有没有月历呢？在后面，同工。好，我们一户拿一份，对不对？一户拿一份嘛，哈 ，OK。我们教会的这个月历呢，非常的美丽哈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家里呢有什么那个其他的银行的什么，你可以先把它拿下来，然后挂我们永光教会的，哈。然后呢，永光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经文金句，每一天出门之前呢，就念那个金句，成为你的力量哈，很有帮助的，而且也可以宣传。好，下个礼拜呢就是12月的第1个礼拜，也就是准备耶稣诞生之前的节庆，叫做代降节。
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是带降节，并且呢我们有圣礼点，圣礼点就是有受洗跟圣餐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小孩还没有受洗的，青少年还没有受洗的，我们赶快来报名来受洗。如果你已经委身在永光教会，在这里聚会小组，牧师呢很真诚的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在这里为神的国复兴而努力，所以也邀请你可以把你的会籍转到这里来。好，接下来11月30呢，礼拜六是我们的事工研讨会，所有我们的同工在周报上面有名单的，我们都要来参加。好，这是我们圣诞节的邀请卡，有没有看到？周报上有吗？周报上没有我们到后面拿哈。那在这上面呢，有我们牧区每一次的圣诞布道聚餐的一个时间表都在这上面，这个做的非常的美丽是我们的米粒所做的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带回去，然后呢送给你的朋友很有圣诞节的气氛。第一个活动牧区活动的是哪一个牧区？第一个玉喜牧区几号？12月8号就开始有了，所以呢，你们要留意不要错过了。12月8号是玉喜牧区的，他们有一个圣诞的聚餐在4楼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14号、15号是青少年，14号呢，14号是青少年，还有秀莲牧区。15号呢是儿童牧区，16号是松年牧区，21号是永伟牧区。22号是我们的圣诞节庆以及国宾跟修网牧区的参会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好好的来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参加好，接着，好，这一位李天柱，你们看过吗？看过哇，他现在好像在电视上好像有在报道一个什么对，我也看到他的见证呢非常的棒。所以呢，别的教会的牧者就介绍他来到我们教会。那他来到我们教会，他非常的谦卑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很棒的生命的见证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单张，你一定要带一个朋友来，至少带一个朋友来。你要对福音尽一些责任，好不好？带你的朋友，因为让他来这边听到这么美的见证，让他认识神，这对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意义好，所以呢。12月15号，而且那一天只有1场的礼拜。好，再来。圣诞节呢，我们呢，诗班，我们的诗班呢，还有人还没有参加的，还没有参加诗班的，你一定要来参加，练2首歌非常的好听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庆贺耶稣为我们而诞生。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，还有我们活泼的生命呢，我们也赶快来预定。好，再来。周牧师的母亲的告别礼拜12月7号在高雄顶金教会举行教会葬。那教会葬是什么呢？因为他在教会里边担任长老，然后对整个的建筑、教会的建筑还有传福音呢，在教会的认可之下，觉得他当时呢在初代呢，他对教会的帮助非常的大，所以呢把他设为名誉长老，所以呢就用教会葬这样来尊荣他。那一天呢，我们教会会有2部游览车南下来参加，也很感谢我们的长职同工为周牧师母亲这样的一个预备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诗班呢现在已经开始练习，等一下也要马上来练习卫诗。那我们也开放给我们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。那我们登记满了就截止了，所以今天结束，等一下礼拜结束的时候，可以赶快来来登记那如果要参加卫诗练习的，礼拜结束之后，我们就来练习诗歌。好，接着，好，我们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特别是昨天晚上嘉靖的父亲车祸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为陈泰兴弟兄为他特别来祷告，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。你的祷告，神必垂听，也必带下医治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同起立，我们要来彼此的来祝福。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彼此。
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。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愿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的能力护庇着你们，让你们天天行走在光明当中，也让圣灵引导，让你们的生命充满活泼、信心、能力跟盼望。更愿主耶稣的爱围绕在你的家庭，让你们世世代代成为他忠实的信徒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阿们。上帝赐福，我们下个礼拜见，请坐。要参加周牧师某苏骂的告别式唱卫诗的人，请姐妹们往前坐。好，请尽速往前坐。我们下午的行程很多，麻烦弟兄姐妹，要参加某苏骂告别式练卫诗的弟兄姐妹，请尽速往前坐。喜欢只剩